台北风台过后，这水汽减少，南部地区各地头也拢出现高温，其中伫台南的玉井出现38度。即摆这一头赤影影对咱人的心脏呢加减有负担，主要是因为热人这流汗会失去水分，也会流失一寡电解质。对医生呼吁讲，要爱定期补充水分，就是惊讲汗流了伤过济，身躯内面的水分减少，血会变苦，增加心肌塌甲中风的几率。护士当咧甲病人抽血，要送验看敢有正常。像安尼，因为热到体温悬、头壳戆的镜头，近来看诊的人有较侪。风台拄走，水汽减少，各地气温拢小风，高温对人的心脏嘛产生负担。台南市立病院心脏内科医生指出，流汗流渴，佮无补充水分，唔会脱水，血浓度嘛会变较渴，会甲血管塌咧。尤其是老大人，低血压、高血压的族群，也是会破心的人，拢爱注意。吼，这小偷会查啊，像讲你啉茶以外吼，上好啉一寡运动饮料，补充一些电解质。我拢有带茶出来嘛，啊，拢爱食一下茶安尼啊。例如讲会脱水，然后一些电解质不平衡。例如讲，像讲你若脱水的时阵，你水分啉无够，咱的血感是变较渴。恁心脏要甲这个血液要甲输出的时阵，增加那个输出的困难度，较搞造成迄个血栓吼。热着分做两类，轻度是结水结的头壳，那严重是掉沙，体温上悬，就有性命危险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全台7月拢总有1188人热伤害，平去年加300多人。伫台南玉井这2个月上悬捌测到38度，比去年加1度。台湾温度有愈来愈悬的趋势。南区气象中心指出，20世纪8冬内平均气温也1.6度。咱市区这上悬温度大概是33度、34度，不过咱外山区呢是温度较悬，有到36、37度的。长期趋势来讲的话，是会愈来愈热迄个感觉。啊，不过每一冬热的温度是无介济。啊，不过伊嘛袂讲逐冬拢一直热起哩，可能会一两冬啊会变较早较冷，啊，佫会一两冬变较早较济安尼。目前台湾南部东边受到低气压的影响，初六下暗开始到这礼拜六，云会较侪，会落刮雨。不过，医生提醒民众尽量莫伫日头骹晒超过15分钟，就较袂掉沙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